強積金對沖安排將於5月1日起取消。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呼籲僱主不要因為擔心負擔增加而解僱員工。新安排下不設追溯期，如果僱主趕在5月1日前解僱員工，可能要給予的遣散費會更多，同時亦未必可以即時聘請到新人填補空缺。鄧家彪指出，留意到近日有傳媒指一些僱主對於對沖安排有誤解，他建議僱主僱員有疑慮，可以先向勞工處了解詳情，否則可能記錯數。他又說，工聯會轄下的勞工服務中心熱線近來收到不少相關查詢，但暫時沒有收到表明因為取消對沖而被解僱的求助個案。議員郭偉強就表示，為協助僱主應對取消強積金對沖後需支付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政府推出約332億元的資助計劃，資助帳以50萬元為界限，相信都足以協助大部分中小企僱主。